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乐多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校长请大家啉凉的。恁看，这有校长予咱的消息。真感谢认真搁拍拼的料理救援队。校长今仔日要请大家啉凉的，要啉啥家己拣，恁甲钱开互他嘛无要紧。校长人有够好诶，我想要啉古早味的红茶牛奶，莫伤甜。我想要啉冬瓜茶，掺一丝仔柠檬汁，酸酸甜甜足好啉。安尼，我想要啉草仔茶，掺凉凉的薄荷，足退火的。我当然要啉我上爱的粉薏柠茶。安尼，咱就用神奇食谱。等下，若是直接用神奇食谱叫凉的，安尼就无好耍啊。安尼敢毋是就会当随啉着凉的啊？咱去街仔踅踅咧，要定着有新口味的凉的，会使试看卖。好啊，校长阁有予咱钱袋啊呢。安尼讲嘛有影。哇！这规排拢是凉水店，是要紧倒一间？这的凉水店拢足有创意，伫茶内底掺无共的配料，也是果子啊，逐款口味拢有。台湾茶米有足侪品种，像阿里山的高山乌龙茶、日月潭的红茶，拢是名声创世界。毋过看来看去，我还是想要啉简单的古早味。我会记伫遮附近，就有一间古早味的冬瓜茶摊。伫迄边的树仔骹。唉，大家拢走去新开的凉水大高馆，我这款老店差不多会当收起来啊。头家，莫讲这款失志的话啦。头家的冬瓜茶甲草仔茶，拢是用足侪时间落去控的吼。阮阿嬷嘛讲过，要煮真正的古早味红茶，就爱选用好的茶米，阁爱放互自然降温，气味才会赞。囡仔兄囡仔姊，恁真了解我的苦心。好，恁要啉什么茶？冬瓜茶、草仔茶、红茶，逐项拢爱5杯。这种古早的好滋味，阮要请朋友斗阵啉。吼吼，恁讲的话，互我足感动的。这唱声足熟悉款呢。校长，你哪会知？其实我是伫遮偷偷啊观察恁，想要看恁安怎拣凉水，看恁的选择。相信这珍贵的古早味一定会当阁汤炭落去。安尼，咱甲遮的古早味写入去神奇食谱内底。嘿，这个好食的料理有听白的色地，好片的芳气，刷嘴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生意食水甜。完成啊！后摆咱想要啉这古早味的凉水，会当真紧就啉着啊！阿公规头壳干那想要食。好啦，大家斗阵啉凉的。多谢校长。这摆料理救援队学到古早味是值得珍惜，爱继续汤炭落去的。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我还袂出场呢。